德宏老师的团刊，那个80年代，3年3专业上课，临时来访实现每个承诺，有的时候会这样的，这样旧的路，说的是双考试的。播放这款录音带的，有的会卡带，有的会夹带，有的久了会把那个胶圈像橡皮筋的久了，会没有录进来，会松掉，或者会夹带，声音就变调了，录音带大概快20秒了。新闻孙主任前面谈。见到你我真高兴，笑来欢迎你。今天相比是一个快快乐乐的日子，见到你笑高兴，笑来欢迎你。相比是一个快乐的日子。心中的挂念，在万籁无声的星夜里，让我来笑对歌。趁年轻，在无穷的山处。
们是小麋鹿，快乐的小麋鹿。因为带录的那个杂音，手机录的那个杂音。我们是小麋鹿，快乐的小麋鹿。今日是今日毕，我心中的挂念，在晚来无声的星夜里，小飞歌，深渊青烟，无穷的林深处。我们是小麋鹿，快乐的小麋鹿。今日是今日毕，我心中的挂念，在晚来无声的星夜里，回到温暖可爱的小队歌。深渊青烟，微微无穷的林深处。歌词都背起来了吗？已经背起来了，请举手。背起来了。小吴龙，熟悉的，一定要有改变。人间在做梦，人间在做梦，一天不要再来。5、6、7、8。你是一只可爱的小龙，一天到晚跳东西。迷迷糊糊过日子，整天在做梦。对吗？然后动作歌有吗？有。来让一下。动作歌。没有看过吗？你起来，我好感冒。不要太害羞，靠过来，靠过来，不要让自己给我。那种小意了，小意了。听我说，不要太害羞。靠过来，请你靠过来，朋友把彼此借给我。我烧着，我烧着，快来，快来！我们高歌，唱着，跳着，我烧着，我烧着，快来，快来！我们高歌，唱着，跳着。
机关。让烛光闪耀着，在这样的深夜里，让我们在混响最后响起的时刻，今夜起要婚礼，我会永远想念你。这首歌大概我们要唱到这个部分，看这个，大家放手的，然后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跟着唱，唱出来把这个气氛带起来。让烛光闪耀着，在这样的深夜里，让我们在混响最后响起的时刻，今夜起要婚礼，我会永远想念你。这个调会不会太低啊？我觉得很难唱下去的，是不是请混到花音看看？让烛光闪耀着，在这样的深夜里，让我们在混响最后响起的时刻，今夜起要婚礼，我会永远想念你。我来轻轻唱，你来拍拍掌，我们欢喜在一堂。你也轻轻唱，我也拍拍掌，快乐歌声最悠扬。今朝我们相聚是谁短，曾知友情是谁长。明朝我们离别奔向诗画，歌声满行囊。虽然短短相聚又要分开，3年的是无奈，我想是等待，你心中明白，珍重再见别伤怀。诚然在，认识这份深沉的爱，永远不会分开。要跳来听吗？
要第二遍吗？现在好。朋友们，回过来，因我已经匆匆地才来。看看你，看看我，还笑在我口中，好像说辛苦的工作已经告了一段落，人海洋下闪烁生命中，好像笑一朵快乐，好长空。真爱，深藏在心中。
啊，打卡带完了，卡带播放完了。你看，双卡的呢，双卡的。神岳山庄育儿圣堂，民国80年代，中华民国80年代临时佛堂时期，正式的佛堂5楼呢，是宫殿式建筑。民国91年10月20号落成典礼的，在中华民国80年代初期入的参加那个团康活动学习入狱。你看，现在中华民国112年了，公元2023年了呢，减掉1911，你看112年了。用这个旧的古早的这个收录音机，这个还是双卡的，有一个卡夹会夹带，有一个故障的，这个还可以用，不能用太久，有的电器久没有用，有的可能会冲击受不了通电的冲击，有的电容器会坏掉，而像有的电脑的主机板不能坏掉，就是那个电容器上面中间画十字的向上凸起来，鼓包电容器鼓包，它就造成不能开机了。有的换了电容器以后，就又可以开机了。有的可能是纽扣电池没电，换了电池可以用。有的做了就业系统换成那个固态硬碟的，有新的作业系统，装上去又可以用了。